我最多2个小时左右。我卖药物了吗？我去对面那中心帮你买物。这声音好耳熟，仔细一看，怎么又是你，紧张哥？我跟你这个钱好不好？又是随机找店家借钱，紧张哥剧本相信大家都很熟悉。住在苗栗到台中来办事，只是角色换了，现在不是业务，改行卖哑铃杠铃，要去健身房维修器材。那我这边有资料，我给你。紧张哥不演戏，当影帝可惜，演技好到没话说，满头大汗，慌张模样，成功骗到店家。只是他钱拿了，人就跑，店家傻傻的等，从凌晨1点等到3点多，真心换绝情，只等来一场骗局。上当被骗的是台中这间刚开业第1天的甜点店，老板无奈还没赚钱，先倒赔。其实紧张哥之前也在北屯一间车行行骗，但因为店家都只有在网络上提醒大家，并没有主动报案，也让紧张哥食髓知味，利用相同手法骗取爱惜，逍遥法外。